台中西屯有一间讲是日本人经营的高级和牛汉堡店，所好进前的员工去检举讲，因用过期的肉来咧卖。台中市食安处12日去稽查，确实有发现到不少对日本进口的牛肉已经过期啊。另外，还有发现到过期的豆浆甲面等等的食品，食安处嘛要依法来检罚。都知在真流量提到处理和牛，看起来真好食。台中市西屯区一间由日本人经营和牛烧肉店，讲是用顶级和牛食材，介绍拢无俗。毋过有前员工向台中市卫生局检举，店头用过期的肉品，食安处12日暗时去稽查，确实发现真侪项食材已经过期。现场查获包含豆瓣酱、牛肉、味噌、冷面等数项的过期食品。已立即将过期的食品封存，后续将函文通知负责人来进行陈述及说明。食安处表示，伫店内冷冻库内底发现不少已经过期的和牛，上古已经过期将近半年。另外，还有一批过期食材，现场马上封存。高级餐厅用过期食材，民众烦恼食了身体出问题。你卖那么贵，然后还给人家吃过期的，人家如果吃到身体不健康怎么办？食安处调查清楚了，会以违反食安法开罚。业者无愿意对外说明，意思表示，就算肉品冷冻伫零下18度以下，也通超过3个月才食。放冷冻的话，大概是1到3个月。这个的前提是，它处理的时候是有经过完整的灭菌。肉品放太久吃，当然最担心就是细菌增生，通常会导致食物中毒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细菌它分泌的毒素。医师强调，无论倒一种保存方式，那过期肉品拢无建议食，因为会产生亲像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这细菌，那严重感染，拢可能死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